这就调去吧。天天都是像人等别人这些他们讲的八种不错，你他嘞那就都是等里啊，有点拉拢，光这个剩下啊，你现在军人给这里你直接，别的就这边在主给拖上了呀，你我们前是听不出听不得这嘞。你们送的呀，头他们学不来，你们送头他们学不干不了呀，是他们就活动的些呢，你这些忙做里啊，送家的那么的，对干了呀，做的，现在我们之前都是讲这么超长，你讲有节目了，你讲给我们真正的本地，抗那个就头他们加个学的都没拿呀，嘛都忙做里面啊，你送家拿呀的，这里头他们你们送不得了，头他们找来，头他们找个接里啊。做讲给我们之前都是讲给高头他们在一起送钱的，这些忙做里啊，你嘛撒旦囊的不得劲，那当记者也是我得去学一个么了。